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又嚟到鐘錶超市 Andy 頻道啊！今日帶嚟10零隻二手名錶，有平有貴，等大家參考下啊！咁先嚟影一影俾大家睇睇，有邊10幾隻錶咯啊！有件滴滴嘅鑽石面都幾靚嘅，我陣間同大家介紹下啊！巡禮完之後咧，先做隻鑽石戒指先啦，因為早輪啲鑽石戒指都做得幾好，有隻1K07嘅，有證書，H 色，14,800蚊，呢隻都抵玩嘅，個白金托都值翻2000蚊，即係粒石都係為12、13蚊到啊，都係超值。呢啲話晒都1K07啊，又有塊鑽石面滴滴99新，啱啱拆出嚟嘅啊，全原裝，俾大家睇埋個底先啦，可以非常新淨，成件都係18,000蚊啫，12039又啱，10039又啱，兩樣都啱嘅啊，呢通用嘅兩樣都。再嚟一隻 Tag Heuer全新嘅，公價就17,800，而家成隻都係5000蚊啫，單標石英嘅，呢啲都好少有㗎，呢啲存貨嚟嘅。跟住嚟隻肖邦啦 ，Happy Diamond 鑽石圈就後加嘅。呢啲淨係單標都超過3萬㗎啦，貝殼面，兩種鑽石顏色，皮帶，而家成隻都係12,000蚊啫，都有啲超值嘅感覺，我都跟住嚟隻玉寶，呢隻減價㗎啦，4,300得啦，女裝22M 99新，呢啲又係。再嚟一隻18038嘅滴滴18K 金自動，條帶就唔係原裝嘅，個錶頭原裝嘅全部，58,000蚊36mm。再嚟卡地亞女裝，呢啲包金本地嗰啲皮帶嚟嘅，唔係原裝嘅，有原裝扣，4,300蚊。再嚟呢隻天梭自動鋼錶，1,300蚊，呢啲35mm。再嚟一隻6916舊裝嘅女裝2030嘅錶玉，26mm 就扁格帶，12,000蚊。又嚟一隻銀嘅大裝廳嘅卡地亞，後加鑽石，條帶都唔係原裝嘅，10,000蚊。一隻 Tiffany 33mm 石英，呢啲大路款式嚟嘅，呢啲都係2000蚊。再嚟一隻卡地亞包金嘅石英錶，30mm，呢啲以前好興嘅，喺90年代呢啲都橫行咁滯啦。折扣原裝帶，成隻原裝折扣，6,500蚊。再嚟一隻燈簫女裝24mm，又係好興嘅，當年都1,000蚊呢啲應該包金圈嚟嘅啦，呢啲雕陀
33mm， 呢隻係72033，即係波裝咁上下啦，33mm。呢啲抵啊，買金都咁上下，6800蚊。再嚟呢個卡地亞後加鑽石，咁啊件面有少少裂地啦，應該睇啲。咁啊9000蚊，呢啲買套架撐嘅啫，雙寫都要5、6千㗎啦。咁啊原裝扣，條帶唔係原裝嘅。再嚟就呢隻雕陀原裝石面，咁啊撈的撈底自動嘅，4800蚊。呢啲都係超值貨嚟嘅呢啲。咁啊卡地亞18K 金美國聽，咁啊25000蚊白金嘅原裝帶原裝扣，咁啊靚仔嘅。再嚟一隻帝陀22mm 細裝 size 膠面撈的撈底，3000蚊。再嚟呢個阿米加K 金圈 K 金帶，即係金鋼啦18K 金嘢，係咯。咁啊5300蚊，貝殼面呢啲都超值㗎啦，呢啲咁啊如果有興趣就 call 阿 Andy 啦，買賣二手錶都得嘅。咁啊94817071，多謝多謝。